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第19节。以赛亚书第26章第1节到第4节。彼得前书第1章13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筵席。吃，从人的角度，基本上的需求到高级的享受，甚至成为一个社交的场合。在政治上也经常以设宴为政治协商的一个场合或是手段。吃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。从创世纪的第一个犯罪现场，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贪吃而得罪了上帝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吃用来比喻违背上帝的旨意，但是圣经却是借此告诉我们，吃是我们受到试探最直接、最容易的接受挑战、试探的一个方式，就如同耶稣基督一样。吃也代表着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赐福、保守。耶稣基督教导的主导文里面提到了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大卫王在诗篇23篇的当中也提到了，在我的面前，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。可见吃在圣经以及信仰上面是非常重要，但是重点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吃。在圣经里面时常以筵席来表达上帝的同在、保守以及赐福。以赛亚书第25章第6节到第9节，先知以赛亚说，在锡安山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为天下万国预备盛宴，有丰富的食物，纯美的陈酒。在这山上，至高的上主要拿掉万民悲伤的面罩，除去笼罩在列国头上的愁云。他要永远废除死亡，他要擦干每一个人的眼泪，除掉他子民在各国所受的这个羞辱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那时候人人要说，他的确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一向信靠他，他拯救了我们，他是上主，我们一向信靠他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他已经拯救了我们。以赛亚先知提到，上帝要为万国预备盛宴。为什么要如此呢？因为上帝要让那悲伤的万民的面纱给除掉，上帝要除去笼罩于列国头上的愁云。以赛亚先知又这样说道，上帝要永远的废除死亡，他要擦干每一个人的眼泪，除掉他子民的愁云。然而这个圣言的目的是上帝表达了他的救恩之预言。
就如同我们前面说的大卫的诗篇说，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，让信靠上帝的人在敌人的面前能够得到胜利。前天林口长老教会附设的林口幼儿园的学生、家长、老师，一共144个人到教会来参访。他们体验了蓝染，教会的一妹长老娘带领的长老、执事姐妹们一同为他们来服侍。连同这个服侍的同工，我们总共预备了超过150份的餐食。这是一个代课的研习，让他们虽然离开了自己的学校，然而却有可信赖的厨房为他们准备午餐，让园长以及老师们可以安心的用餐。同样的，在圣经里提到筵席也是如此，是上帝赐给需要的人的祝福与安慰，让他们在困境的当中仍然得以安心的享用丰盛的筵席。既然大部分的圣经都聚焦在筵席的恩典，那么我们对于筵席要邀请的对象就有所讲究的了。耶稣基督曾经比喻邀请的对象，就如同婚宴上面大宴席中要邀请的对象。对于那些原本所要邀请却找了各种理由拒绝的人，就会被拒绝。反倒那一些原本不在邀请之列，他们可能让社会看不起甚至排斥的人，因为他们的接受而得到了救恩。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4章第7节到24节的经文，就提到了这个大宴席的邀请原则，包括今天的经文在内，耶稣基督讲了3个不同的原则。第一，他提到了受邀去参加大筵席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自己去做上座，去做高位，应该让主人主动来请你坐上座才去，免得到时候有更重要的人出现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被请下来了。这是在谈谦卑的教导。耶稣基督又说，耶稣对那宴请他的主人说，你招待午餐或晚餐的时候，不要邀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戚或是富有的邻居，恐怕他们要回请你，还了你的人情。你要请客，就请那一些贫穷的、残疾的、跛脚的、失明的，这样你就有福了，因为那些人无力报答你。在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上帝要亲自报答你。这是第2个角度，请客千万不要请那些可以回请你的人，应当要宴请那些无力回报你的人。第3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些找理由拒绝进入筵席的人们，他们预表了犹太选民拒绝了福音，排斥了救恩的态度。当然，耶稣基督也为了使人得救而设立了最后晚餐的圣礼，
让基督徒借着领受圣餐来回想自己的生命是否能够见证主的名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第19节。我爱上主，因为他垂听我，他垂听我的祷告。我每次求告他，他都垂听我。死亡的脚绳环绕着我，阴间的恐怖笼罩着我。我被恐惧、焦虑围困着，我就求告上主说：上主啊，我恳求你，求你救我。第12节，上主赐给我一切的厚恩，我要怎样报答呢？我要向上主举杯，感谢他的救恩。我要在他的子民的聚会中向他还我所许的愿。在上主的心目中，他的一个子民死去是多么的痛喜的事。上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跟我母亲一样侍奉你，你已经释放了我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，求告你的名，我要在你的子民的聚会当中向你还我所许的愿。我要在你的殿宇的庭院里面，在耶路撒冷信守我的诺言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机会，可以进入大宴席，跟你同坐，得以领受你的救恩。求主也帮助我们学习谦卑的生命，让我们得以领受主救恩的宴席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